启明时声，大家来听，大家好，我是秦碧纯，欢迎再次收看启明时声直播。今天呢，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优质企业呢，它不止呢自己研发了非常棒的医美级的生技产品，而且在教育啊、卫教跟创业各方面都有非常亮眼的表现。那现在就为大家来介绍今天到我们节目当中的贵宾。现在我们就来欢迎静心生技的技术总监王丽婷王总监。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非常欢迎王总监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呢，这么棒的一个优质企业，我想呢，一定要介绍给我们的观众朋友好好的来了解一下。因为呢，你们最近在媒体非常的活跃而且呢，就是说不止呢有自己的很棒的产品开发，然后上市呢，召开记者会，而且你们有跟这个进驻台南大学的育成中心，然后还有跟劳动部的云嘉南分署合作，然后对我们一些二度就业啦，或者是说我们有一些学生啊，这个在产学合作方面都有相当大的贡献，所以我们今天呢就要好好带大家一起来了解我们静心生技公司。那一开始怎么了解呢？当然就是透过 VCR 最简单的，我们现在就来看这段 VCR 简介。皮肤比较透亮，光泽度比较好，然后在上妆的时候比较服帖，学生的熟练度越来越好，改变暗沉，皮肤变得很透亮，而且又比较好上妆，肤色也比较亮度比较高，皮肤变得比较光滑，而且好像皱纹有减少。皮肤有比较细致，然后有比较提亮，而且那个斑点有比较淡化。好化妆比较好吸收，比较有光泽，然后又比较紧实，非常满意，很满意，很满意，很满意，也很好，非常满意。在这个之前，我真的要感谢我们就是静心的美容师事实上。我们身为民代长期在外面就是要面对一些大环境的一些条件包括你看日晒是我们最大的压力啦，它的黑斑、还有皱纹、还有毛细孔会粗大然后还有最主要是没有弹力，好像没有关节了不过这一段时间在静心美容师这样子的协助之下我们就是沙奇果的就是乳液，还有沙奇果的油这两瓶事实上让我感受到真的有改善了，就是这两瓶让我真的在第一时间用最短的时间让我感受到我的皮肤真的比较光泽而且重点是我的黑斑淡化的有一些民众跟我讲，哎，美燕，你的皮肤怎么现在变得有光泽了所以听到这种话我真的很高兴。哇，总监，我刚才在我们的 VCR 里面有看到这个林美燕议员呢，难怪我觉得说奇怪，她好像皮肤变好了，因为一般议员你在外面嘛都是这样风吹日晒的，然后其实就是常常晒到太阳，然后皮肤状况可能会不是那么好，但是她自己有讲真的是保养了以后真的有差对哇，那你跟为什么美燕议员会来帮你们做见证？因为他也是跟我们念南大的 EMBA 的同学是同学，互动非常好。我就想说，奇怪，他怎么皮肤怎么那个晒斑都不会好，想说，不然美燕我帮你做，你那么忙，
不然你跑完拖完之后有没有到我南道我帮你做一做？这一做之后，就说你这个皮肤真的要建立好，那皮肤太薄了太脆弱，我说好，雷射可能要停一阵子哈，先把皮肤预敷起来，让皮肤有抵抗力的时候，我们皮肤的代谢斑啊，皮肤就弹性就会比较容易恢复起来，所以我就帮他把他皮肤保养起来了啊，因为他在我们同学是同班同学嘛，我认为说同班同学又那么互动那么好，我就想说不然就帮他做一做啊，帮我们宣传一下，他出去都帮我们宣传说。她皮肤变漂亮啊，然后就大家讲说，美女你现在皮肤变漂亮了，要在哪里做？所以她也帮我们介绍有几个见证啊。那因为我工作时间没有办法说时常帮她做，那所以我们只做几个老师或者说几个民意代表帮她协助这样子，然后也帮我们公司打一下知名度，说我们的产品的好处吧。哇，他们都是这样子细给去糟通啊，所以其实是最好的代言人。对，最好的代言人，对，很棒。好，所以呢，一开始的话，我们想要来听一下，就是总监你当初会创立这个静心生技，那时候的理念是怎么样？其实我们最主要的理念，刚刚我看到 VCR 我们最主要是在做辅导第二专长，或者说辅导美容的技能。是。那这个辅导美容技能的当中，你除了说你要会做以外，你要有产品，还有一些设备。那最近我们公司以前也在卖产品，但是我们一开始的规划设计里面经营理念就是要帮人家辅导他们的技术跟专长，你才有办法卖这个产品。好，卖产品之后，他才有办法出去创业或就业。不是说只是说卖产品现在卖产品不是像以前的年代说卖了产品之后，然后就会利润比较好，不见得，因为现在市场是蛮竞争的。对。那我们觉得这个市场竞争的情况下，你唯一就是做什么产品的售后服务，你的服务在哪里？这个技术服务非常的重要。好，除了你说你产品会好，产品会说话，但是我觉得说产品会说话以外，你如果要让客户立即上马上有那个效果，你还是要靠一些我们的技术服务跟美容的一个科技的服务，才能显现它马上可以立即改善了。对，所以产品还是要搭配一些，就是说你们有一些行动的那个美容科技。对，哇，因为现在的客人都想说我做你可能马上立即看到改善啊，看到我美白啊，还是看到我的粉刺马上变得很干净啊。所以我是认为在这一方面，对我们学生在创业的时候呢，会觉得他们会对这个技术有困难点，所以我们公司理念就想说，那我们干脆都辅导第二专长，那行销的产品就放在后面。对，后面的话，那让客人觉得说，他在产品的部分，在这个竞争市场里面才不会有压力。先从你让我们做脸，你觉得这个产品跟我们的技术做得不错，那我们之后再推荐客人再销售这些产品。我觉得这样的客人，我们试了大概3年的时间学生在实习当中，他们都有回报跟我们讲说，老师这样讲反而那个客人的忠诚度会比较够，他觉得他来没有压力，没有说一来就介绍产品。对，他先让我先体验你们公司的技术，你们公司的科技跟产品，科技产品的介绍跟结合在一起，效果反而更好。所以他们认为说，在销售上他们又赢了比一般的市场的产品里面还多很多，所以他们的收入会在业绩上更好。所以我们每个月都会做回报，就是同学他们如果在外面在经营这个创业这个开店的部分都问他说，你们在行销上有没有什么困难？他说老师你反而来你们公司都先教我们教育，然后技术，然后我们用这个产品跟技术来做结合，反而我们在卖产品反而比较好卖，对，然后业绩就变得比较好。对，就是有点逆向操作，一般就是都直接先推销你产品，但是消费者你一般开始刚用产品的时候不会立即马上见效，但是你们搭配这个行动美容科技，就会让这个效果非常明显，而且一开始就是还有加入怎么教育民众好好保养自己的皮肤啊，所以这样子民众产生信赖感，当然就会喜欢你们的产品。哇，这样子真的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模式，所以你们公司的营运模式大概就是这样子。对，所以我们光是这个营运模式来讲，我们很多像美容师要在转型，比如说一般的美容商是做手技嘛，那现在因为我们有高科技跟产品，跟我们最主要产品是比较耐米，因为产品你要让客人耐米，容易让皮肤吸收，它就不会阻塞，那不会阻塞就不会有所谓说毛细孔啊、粉刺啊，还是说它角质会变得比较肥厚。那如果说有些人他没有办法有时间做脸的话怎么办？你抹产品如果没有办法帮它能够渗透吸收，帮它做渗透性的深层的保水的话，那可能它抹产品也可能就是我现在有抹有效，过一段时间又失效了。那我是觉得说，你如果要我们公司理念是选择这个欧洲的那个德国他们的生技的一个产品，都是选择奈米然后天然。那因为法国他们都比较流行维他命的 C 疗法，那维他命 C 的疗法就是说我用天然的产品，
然后来做美白。那维他命 C 又可以刺激我们的胶原蛋白的增生，就是你抹了一样产品，你的皮肤又可以白，又可以抗老化，让我们的胶原蛋白增生，那我们的皱纹就会不见了。其实我们在产品的选择性，我们在研究方面，我们都比较严格一点。因为我们是靠产品，它来帮客户说话，是，那帮我们在行销上，帮我们加成的一个销售方面就更好。所以你们对于这个产品它的天然啊，还有它的这个品质高品质都是非常的重视的。对，所以我们这个产品还是有经过我们台湾 GMP， 就我们原料进来台湾之后，我们就直接送到 GMP 厂，然后就直接做充填，然后我们的时效性就是会限制。但是我们 GMP 厂是因为我们卫福部以前没有这么规定，但是因为我们要提升我们的品质好一点，所以一定要规定有 GMP 厂来帮我们做充填这个部分，让我们的品质有个对我们消费者未来都有保障，然后在使用上，尤其是敏感肌肤，在使用上会比较能够有安全性。不会说啊，我客户介绍你产品抹了会过敏，那可能客人抹了之后不会再来了。对，因为像我眉眼，他们皮肤那么敏感其实他也很难找产品。当时我们就讲说，不然你这个先抹看看啊，因为一抹就讲说，可以呢，可以适应呢，我皮肤都不会过敏。所以说他就讲说，那不会过敏就可以长期使用，大概用了1年多了。他自己也蛮喜欢，用这么久了，用很久了，对，他忠诚度蛮好的。他在抹产品不会说啊，这个抹了有效又再换其他。我说你产品如果抹好，你皮肤一定要保养大概2年到3年时间，把皮肤养好，这个老化部分把它做抗老化，让它胶原蛋白让它活化起来，然后皮肤就不会有皱纹，然后抵抗力就会比较好。对，所以他一定是自己有亲身感受到那个效果，所以他才会忠诚度这么高。对。好，那你们公司的话，大概有哪些类别的产品？我们现在产品都是以主打冻龄的皮肤冻龄像这个拉提啦，还是说提拉的部分我们都会比较重视这个产品，因为我们冻龄的市场都会大于到我们的年轻群组的市场。因为冻龄的客人大部分都是我们会帮我们医美诊所他们所配合，像我们中北部都是做抗老化，冻龄的市场比较多，所以我们刚开始在3年前一直都是从冻龄的市场开始做起。那还有我们有公司自有品牌的一个颠簸拉提也是一样，它是跟我们的产品跟仪器来一起配合的。好像这个提拉就上次我们市长呢在将军农会的时候有帮他们推一个芦笋的一个精华液对。那将军农会总干事是我的学长嘛是，他就想说，不然我们可以协助这个技术的部分，把他们产品带入高科技，就生技跟科技的一个结合。那我们也帮市长也做这样子的一个导入他会觉得很舒服，然后会觉得有放松的感觉。其实仪器在操作过程一定不要让客人觉得好像有点觉得说它是一个有压力有伤害的。好像我们这个仪器都是跟我们法国的一个雅丽新公司，他们跟他们合作做代理的所以说我是觉得使用上都很安全。那一直用到现在大概有2年多的时间。那所以我们是第一个先从冻龄市场做起来，做得很好之后，我们在进入学校之后呢，才发现有年轻群组的在开发一个年轻群组的产品。那我们产品就开始有一些像去粉刺啦、美白啦，还是说防护啦、粉底液，这个都是我们去年都是刚陆续的一个进来，把它做一个年轻群组的一个品牌。对，所以您刚提到那个市长有让你们试做那个，我们记者有去采访新闻对啊，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市长的反应是蛮好的。那一般都会觉得说，好像是女生才需要保养，其实男生也是可以保养的。对啊，哇，所以你们的产品就是说，其实大部分还是会女生比较多，但是男性朋友也是可以，也可以。对，那现在男性朋友其实也越来越注重自己的外貌。对，是。哇，好，那我们就是说，除了这个产品以外呢，我们知道说，我们静心生技也非常注重这个产学合作这方面。然后最近呢，又到这个华德公家呢去做了那个产学合作也有召开记者会。所以现在呢，我们先来看这段新闻影片，看看他们师生怎么体验，怎么说呢？华德公家时常做行科，配合108课纲均质化计划，为学生安排美容实务课程，结合台南大学创新育成中心进驻厂商，精心升级的美容技术甲师资，展开一系列美容实务操作的课程。像这个样装是可以做紧实的，然后这边眼袋可以提拉，你可以重复2次到3次。假如说他这边眼袋比较松弛，我们可以用到5次也可以。我们这次办的那个教育部的那个均质化的课程最主要是让学生他们现在即将要毕业或者在职场上他们要就业了这种科技的东西在技术面我们希望说给他们做一个加强
那外面因为我们的职场都蛮竞争的，那学生在学校在学的期间，我们也是希望说教一些比较高科技啦、简易的啊，然后立即看到改善的效果，然后皮肤让它改善到一个冻龄，还有保湿哈。那学生他们也学得蛮高兴的，就是说从手技的传统走到高科技，他们都好喜欢学。学校希望透过这款的课程，让学生对着行动美容有更加了解，在毕业了后会当帮助家己创业。我们学校时尚造型科针对我们这个就是课程的部分哈，主要要让学生在学习之后有一个行动力。所谓的行动力呢，就是他们可以把自己的专业带着走。那带着走了之后呢，他们可以服务到社区哈，甚至在自己进修之后呢，可以让学生自己能够自己创业。学生对着这款的课程，会当学习到科技美容以及美容保养的小撇步，反应拢相当的袂歹。那觉得这个课程怎么样？很好玩。哎，怎么说？第一次玩这种东西。那你觉得将来对你那个就业有没有一些帮助？有吧，因为这样就能了解多一点美容的东西。有新鲜感，蛮有兴趣就来学习。对这个职业大概了解，会想到以后可能会往这方面走。透过产学合作，培育出会当将技术带入行学生。华德公家甲晋升升级，目前也已经规划将学生的学习成果分享到社区，和社会大众会当了解学校办学特色以及学生实务的技能层面。华德公家时尚造型科行动美容科技，欢迎你！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哇，画面看起来这学生反应都相当的好哦。总监，这个是教育部的一个军事化计划当中的一环嘛，对不对？那你们跟这个华德公家这样子的一个配合哦，是不是学生跟他们的老师反应都很好？对，因为我们之前有试办哈，在去年有试办一次哈，那学生的反应都非常好，所以说这次又跟教育部送这个课程哈。那学生是这种说，他们在学校也很少教到这种课程，因为除了考证照以外啦，还有一些手技按摩哈。那其实学生在这个方面，其实像高2、高3的学生就觉得说，那觉得这个好像比较有新鲜感哈。以前清粉刺都用青春棒嘛，那现在清粉刺都用无痛清粉刺，就是它清起来不会痛。那为什么不会痛？因为那个产品的部分，我们产品会帮它软化，就是我们可以用胶原蛋白可以帮它软化它皮肤的角质层。软化之后呢，我们再用仪器帮它清除。那这个仪器它本身就是有超音波震荡，可以深层的震荡我们的皮肤，把角质呢代谢出来，然后也把我们毛细孔里面的粉刺跟油垢有没有把它代谢出来。所以说他们就觉得说，老师呢，我们清完的痘痘好像比较干净然后也顺便可以美白哦。他们现在都青春期有痘疤嘛，对，所以让他们觉得做完之后，痘疤也不见了。所以小朋友就蛮喜欢的，但是我会引导他们，就是说你们要做这个新的技术，你们要呼呼前跟呼后上要照个相哈，你们才知道说你们刚学这个哈的前后到底你们的功力够不够哈，还是说我们的仪器功力比较好哈？他们就讲说，老师，我觉得我们功力也有差了。我说你们功力刚在试应该是比较不好的功力，是我们仪器跟产品在协助你们这种比较弱的那个初学者的功力哈。对，所以他们学生就做得很有成果，但是我也给他们奖励啊，就是说谁做的最漂亮最好。然后我们又有奖励，就送他化妆品学生都好高兴了。对，所以那一天是真的我们办的蛮成功的。然后最后我们办的那个成果展，学生学调查表，还跟老师讲说，下次还什么时候还可以去上课哈。所以其实，在产学合作这方面，到学校去推广的话，效果其实都蛮好的，对不对？因为我是觉得说，教学生在让他们提前，他们以后要就业啦，还是说他们要去职场。创业的话，他们也是需要一些新的技术哈，因为不然的话，你都一直学校都是比较以偏向学术为准哈。对对。其实他们出去外面真的，人家雇主都不愿意请他。雇主如果问你说，你这个会吗？清粉刺会吗？厉不厉害？现在雇主都想说，你现在可以试看看啦，试试看试做哦。那我试做觉得不错，我才能面试你哦。是。所以现在等于是说，业者对我们这些初学者的学生，他们其实不太喜欢请。是因为说我请你，我要给你训练，然后一进来就要以我们劳动部劳动部的方式去给他们的基本底薪了。那一些业者会认为他们也不划算啊哈，对，因为也不晓得，也不能就是说不然他们就是说他们要来上课，他们要来上班，然后给他们给他资遣也不能这样子哈，对，所以他们学校就希望说我们能够业者教一些像。他们适合在职场，或者说他们在创业的时候，那一些技术他们能够遇得到，是不是把这些技术的课程移到我们这些课程来，在学校里面再学习再使用哈？
那这样的话，他们学校已经习惯之后，出去的话他也不用怕说雇主会给他考试或面试啊。对，这个是最重要的。那我们也是着重在这个方面加强他们这个技术。这真的差很多，因为现在大部分其实一般的学生呢，在学校学的大部分都是比较学术类，然后比较那个书面那一类的考试嘛。然后，但是实际上要操作的时候，自己的手法没那么纯熟，没那么精准。那你刚出去人家聘用你，又要重新给你教育训练，然后训练好之后又觉得说，你到底可不可以用？又有一点担心害怕，所以其实找工作就有困难。但是如果你们先进去跟他们产学合作，把他们教会了，他们一出去去应征的时候，我马上就会了，那当然工作就很好找了。对，哇，真的这个产学合作方面真是靠你们帮了很大的忙。对啊，所以说我们是希望说学校这个部分希望我们能够帮学生他们提早在做就业的职场的技术那再加强，因为技术不一定都很好，像手机的那个技术也不一定说你雇主会愿意啦。对，像那我们爱尔丽啦医美诊所，他们需要的美容护理师或咨询师，也是希望说你们在学校就教好，那我们就可以直接就沿用。那我来也不用教育训练太多，这样就愿意请，那录取率就比较高。不然去年的疫情期间，就真的学生毕业就找不到工作。对，是因为他们学的技术真的太弱了，然后雇主就认为说你太弱，我们没有办法你有什么优势让我们可以请你来当我们的美容师这样子。对，所以其实利用在学校的时间自己就先锻炼好，提早把自己就让自己更有这个能力去就业。哇，这是很棒的一环。对，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好好来了解一下说，哇，静心生技呢，哇，这么大手笔的它有去研发、去开发一些医美级的产品。那为什么它的产品这么受欢迎呢？我们现在就请总监来帮我们介绍，你们最主推的是哪一个产品？我们最主推就是我们这个熊果素时空胶囊，这是美国原装的。是。那因为我们本身没有研发室，我们都会委任来做研发。是。所以这个时空胶囊一般它这个皮也是胶原蛋白做的，天然的，因为这个是有经过美国 FDA 合格。是。因为他们怕说，如果万一小朋友当它是糖果来吃的话，这样会不好。所以一般我们外面如果卖的产品，有可能就是它的品质是不是用天然包天然，那就不知道。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一些证明，就是说我们这个皮的胶原蛋白是真的，我们是纯天然的动物性的胶原蛋白去萃取包覆起来。所以说你用的产品里面的产品就会有保障。如果说还有塑化剂的话，你里面包覆的产品就会释放一些毒素的话，那其实抹在脸上是不好的那事实上我们其实这个用在我们医美部分都是用在那个你打完雷射术后必须要抹的，它可以帮你修复，然后它的玻尿酸浓度非常的高，就是它可以帮你保水补水，那胶原蛋白又可以修复，所以它是很完整的一个玻尿酸胶原蛋白，这个是我们所有卖最好的，它又可以美白又可以抗皱又可以紧实，还可以修复肌肤，所以这个是我们卖最好的，就是时空胶囊那种，但是你们外面那一层在包的是纯天然的胶原蛋白，就不会有塑化剂的问题。对，因为这个如果你用完之后，那个胶原蛋白你放在水里面，它一个晚上就溶在水里面了。看不到这一颗，但是有些人讲说那溶在水里面的胶原蛋白，那我可以当做胶原蛋白的化妆水使用。我说当然可以呀。哇，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客户的忠诚度会这么好，是因为客户要买一个保障。但是这个产品在我们台南虽然国外有 FDA 核得过，但是我们学校希望能够经过我们台南大学材料科学系再去验一次。因为它有强调美白跟抗皱的改善，对，所以说我们再给我们台南大学材料科学再去验证一次，那验证里面有没有含重金属，检测证明是没有含重金属的，是天然的，对，所以说我们是以我们这个产品，其实产品不用太多了，你一两样就好，你研发那么多也没有用啊，因为研发产品如果说不被使用的话，还是会被淘汰，对，但我们让研发来讲的话，就有一些困难点，所以台南大学这边的检验也是，就是这样有双重的保障。对，双重的保障。所以我们那一年因为检验出来之后，我们就发布给我们其他的像店家啦，还是我们那个医学美容中心的，他们其实他们标榜出来，反而他们产品那一个月就是卖得最好。对，因为现在消费者都很注重这个，到底有没有安全？对，是，对，所以这样的检验让大家就放心很多。好，那另外我们知道说你们的粉底液也是相当热卖，我们超持久粉底液效果真的非常好，因为这个是我们在去年再重新委任研发，给我们威养生技公司研发的，它里面就是含玻尿酸跟胶原蛋白。
那跟这个就是保养型的一个粉底液哈。就是说，你如果有皱纹比较干的人，你抹 BB 霜会比较干，然后粉就容易脱粉。那这个产品抹上去，它会让它比较保湿，然后让它比较保水，皮肤会很比较亮。然后它皮肤抹起来了，它皮肤也不会干燥了哈。那最主要它重点是在，因为现在全球都暖化了，所以我们现在如果天气一热，我们的粉底液可能都会掉了就没有了，那皮肤就没有办法有遮瑕的效果。那这个有添加做防水的效果，所以说抹了之后它流汗都不会掉，然后它有抗紫外线、物理性的抗紫外线功能，所以我是觉得这个我们卖产品是就非常的好用。对，这个是我们卖的销售最好的哈。好，那其他还有包括一些美白保湿之类的产品，听说也是销的很好。对，像这个胶原蛋白都是跟这个在配合的。对，然后这个是也跟我们的颠簸拉皮一样做配合。然后在我们还有到我们最后今年呢，在3个月我们的 QQ 版。因为现在妈祖季快到了嘛，对，我们做了一个卡通的 QQ 版的黑面妈祖，然后呢，要给我们一些全省的一些像有妈祖庙的，他们要，比如说你妈祖的生日，然后我们可以添油香，然后我就送你一个纪念，然后里面有檀香，也有香茅，有很多不同的成分，所以说我们是以我们这个 Q 版，然后我们公司也这个自创的这个。QQ 版的妈祖呢，我们也在下个月要做我们的一个专利的申请哈。那这个就是我们在针对我们庙宇的那个宗庙，就是说我们可以做一个宗庙的一个通路了哈。对，哇，这是真的非常的棒啊！所以其实你们的精油系列产品都是做的蛮好的，而且现在精油方面的产品其实都很热销，那你们的更有保障就更热销了。对，是，对。好，那我们知道说，其实你们的产品跟你们有一些产学合作啊等等，其实都跟这个台南大学的创新育成中心有点关联，应该是说很有关联，对，所以其实这个部分的话，你是不是可以跟大家谈一下你们的配合的方式？其实我们进驻在台南大学大概有3年了。因为进驻台南大学，它必须要符合它，就是说新创公司要进驻学校的育成中心，必须要符合资格。对。那当时因为我们理念上都已经很成熟，再进入台南大学，所以我们进入台南大学就是在我们成立公司的第2年就进驻在台南大学，到现在已经3年了。那我们台南大学育成中心给我们的辅导我们的，不管是产学还是说产品，还有一些经营管理的部分哈，它真的帮助我们很多。所以我们在今年的第3年成长蛮多的，像它会协助我们一些产学机会，还有我们的一些像 SBIR 的部分哈，它也协助我们在中小企业这个部分的一些技术的一个计划哈，让我们有得到这些辅助，然后它也让我们在校园里面哈，也帮我们推广教育，有没有一起拉起来，一起合作？好。那我们知道说，台南大学它其实没有美容的相关科系，对不对？对、啊。这会不会对你们造成有困难点？因为困难点是没有美容科系，所以我们就只好用在换季的时候，有没有会到校园，然后做宣传，还有到我们学生餐厅，就学生聚落比较多的地方，像社团。我们会做宣传，还有我们学校有推广教育跟我们的书局，我们也在卖这些年轻群组的化妆水，还有我们的精油皂，就针对粉刺痘痘专用的哈。那学生我们也试卖看看哈，也不错啊。其实我们本来没有想到这个问题，是我们育成中心刘主任是说，那你可以去我们的产品可以到那边的通路去卖看看，那看学生有没有兴趣学美容啊，学化妆啊。我就说好，那我们试看看好了，因为学校有没有美容系嘛？对。我想说，试一试还不错哦，还不错。书局还给我们卖得很好，像去年在毕业季哈，疫情的关系哈，那学生都卖得很好，他们都把它包成一个像这样有干燥花的啦，然后这样的礼盒式啊，像这个礼盒有没有？这个都是那种香皂所做的花对。这个不是花哦，它是香皂做的花。对，它是香皂做的玫瑰花造型，那撕下来就可以洗手了。哇。所以说我们就是把它整个礼盒，包括香皂礼盒这样子，我们才卖500块。哇，很便宜耶！而且那个花竟然是那个花瓣就是香皂，对，它是香皂做的造型，它就是在这个吸引人。所以我们在客制化这个里面哈，我们想说，年轻群主喜欢这样子，那我们把它去年开始我们就一直把它做成精油皂加一个礼盒，或者说同学要送生日的，或者说毕业我要送同学、学长、学妹，对，就这样子。所以这个礼盒真的其实来看一下，真的相当的棒。然后刚刚讲到就是这个花，对，不是一般的那个花这个花，你看这个一片一片的对，弄起来的话就是其实可以洗手。对呀，哇。
还有我们有母亲节、而且那个味道真的很棒，很香。对呀，我们母亲节也是像这样子啊，看着就很喜欢一束花有没有？母亲节我们就一束花，对对，所以那个花也一样，也是一样。哦所以有很多人来，那个就是他送母亲节嘛，那我们有很多社团啊，他会跟我们客制化说啊，你帮我们设计一个那个花，然后跟精油，那我们要送母亲节。哇，所以这个。精油系列产品有搭配这样子，其实看起来又很漂亮，对，然后闻起来很清香，然后用起来又很舒服，对，所以其实身心灵都达到那个解放的，就是精油其实它最深的含义就是这样子。最主要我们的精油皂是有 ISO 认证，哇，我们每个精油皂就是品质要出来之前，我们都会把我们的品质的产品都会做一个把关，严格的把关，因为我们想说我们要永续经营、持久的经营的，我们产品。可以帮我们公司树立一个形象，然后产品也可以帮我们说话。那我们企业的一个诚信方面能够延续，所以我们产品的把关都比较严格。每一个皂都是有 ISO 认证，都有 ISO 就品保认证，那给品保认证的工厂去做。这是最好的，但是原料都是进口的。是好，所以除了你们的产品很热销啊，然后跟这个产学合作方面啊、教育方面，其实通路都铺得蛮好的。对，那你们在卫教这方面是不是也有这样的通路？是我们卫教也是这样的通路哈，当然我们都是很多像诊所，他们要附设医学美容哦，因为现在健保也不是很好做啦哈，因为太竞争了。对，那时候我们那个卫福也希望说，医生你们如果真的也要做医学美容、附设医学美容的话，那你可以找一些产业来合作或教育训练。那我们就想说啊，那好可以。那我们最早就是那个林信长林医师肝胆胃肠科，他跟我们公司合作过，他们这一些护士呢训练的第二个专长呢，在这个部分我们也对他们来讲，他们真的训练的时候呢，护士每个人都喜欢这个技术，因为现在都高科技嘛。我说要重新学那个手技是不太可能的，所以刚开始就我们把它导入在这个科技的课程。那我们林医师也觉得说这样的课程蛮好，对我们来讲没有很复杂，所以说他们也在附设医学美容这一块也做得蛮好的。对，好。那除了刚才我们介绍的这一些啊，那其实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说，你们金星生技也是劳动部云嘉南分署哦，他们里面有一个叫做产业新尖兵计划的合作厂商，然后做的其实也相当好，就是辅导这个第二专长，然后辅导民众创业。好，那这个部分的话，我们一样先透过影片让大家来了解。他是一位从事美容事业的工作者，在美的领域之中不断精进自己。经过行动美容科技丙级专业师证照考试，现在的他已经是一位尖品讲师，有能力为学员们进行尖品工作，在职场上也带来加分效果。因为我一直在从事美的行业，然后我们店里有很多，就是也有很多客人，然后有吸收一些学生，然后认识王理事长之后，他教了我们很多技能，所以我希望可以借由这个行动美容，然后再去开创另外一项事业。美的事物人人都追求，不管从头到脚，或是从里到外，都希望得到最完美的呈现。而透过这项检定技术认证，也得以将美容技术传承。那在我们北部的一些的那个美容，就是美发的部分，它大部分都是接触都是在传统的，然后侵入性的。那因为我会觉得说，我既然是美的东西，我自己本身是做美的东西，那我觉得我必须，来多了解，然后让自己再有第二个的的事业，然后就就是整体美。然后做一个结合，然后让的消费者能够在很舒适，然后也能够省时间的情况之下，得到消费者所需要的。
接触到很多美容的讯息，然后现在都在主张说不要用手，尽量不要用手去接触我们的皮肤。然后刚好理事长刚好来宣导这个科仪美容，然后说刚好应用到，然后我自己试用过之后就觉得非常的实用，这样子。也培养第二专长，提升在职场的竞争力。我本来是理事长的客户，那个做完了以后，觉得说，这个也蛮不错的啊，所以就想说学这一个第二专长，当做我日后退休的，可以帮助一些爱美的女性服务。因为美容产业呢，最近这几年都在蓬勃的发展，然后再加上呢，公司跟学校有产学合作，那透过这样的产学合作呢，可以帮助需要的人、失业者或者是二度就业的人都能够有所学习到第二专长。透过行动美容科技，再也不用受限于空间场地，随时随地都能享受快速方便的美白美肤成效。因为随着时代的变迁，现在的人越来越注重保养，那非侵入性医学美容的技术也越来越夯，但是它只能局限在某一个一定的空间。那现在这个行动美容技术的创新，任何的地方都可以展现这个技术。行动美容科技丙级专业师的考试项目，除了包含脸部清洁皮肤科技及脸部冷热按摩保湿科技等行动美容科技护肤流程，还包含了就创业经营行销管理学、美肤学与皮肤组织学、化妆品与美容卫生学、职场道德等笔试内容，帮助应试者与业界同步接轨，可以提升就业竞争力。然后以后毕业之后可以开店服务客人。有别于传统美容技术冗长的疗程及无法立即见效的缺点，或是医学美容有侵入性及安全上的疑虑，行动美容科技透过高科技导入产品，带给顾客安全方便又立即的效果。行动美容这个部分，我们设计的规划是以跟我们的医学美容比较有相关，因为医学美容关系，但我们不是医学没有侵入性的，但是我们以没有侵入性的效果，用高科技来导入这个生技的产品、天然的产品导入，让皮肤不会怕说会过敏。那第二个就让我们的行动美容师他出去呢很有信心的，就是说我们的产品都安全，又没有侵入性，所以呢来办这个行动美容的这个科技丙级证照。静心生技多年来与南荣科技大学产学合作，为在学者或中高龄、二度就业妇女提供行动美容科技职业训练，更设计检定技术认证考试，让美容专业技术受到肯定，也提升消费者的认同，产生信赖。我们很多学生回来都跟我们讲说，老师，我们这个行动美容是不是要有一个证照哈？如果没有证照的话，我们基本上出去工作真的是有点困难，因为消费者对你来讲他没有信心。第二个，你的专业度在哪里？那你没有证照的话，有时候会说的比较不会那么高，那可能会说100、200，就跟我们的班名一样，那就觉得我们行动美容一点价值都没有。那为了我们要把行动美容这个美容师呢，把它提升到我们的美容师的一个水准，所以说呢，我们只好要办一个行动美容的科技丙级的一个认证的专业师的证照哈。那我们也希望说，学生在课程上有上这个课程，然后经由实习商店，也让学生有在毕业之前有一个学前实习的机会。那以后可以增加他的职业就业的竞争力，那也可以更顺利的在这个美容的市场发展。行动美容技能这条路不好走，只要一直走下去，就能走出自己的路，直到技能变成本能。行动美学创造未来无限技能，我相信这一切都是值得的好技能。行动美容科技专业认证好技能。
哇，看完影片之后，我想有很多民众可能会想说，我要来学个第二专长，或者是说，我是不是可以创业，然后我是不是可以来学习呢？这个部分我们就请总监来跟我们做说明哦。现在我们跟我们东方设计大学跟劳动部呢也写一个计划，最近刚通过了哈。那我们这个就是练专长有补助哈，我们劳动部真的对我们这些产业尖兵，针对15岁到29岁的这些待业青年哈，是现在目前还没有找到工作哈，赶快来报名，补助10万块。然后呢，我们对呀，10万块，然后这个皮箱就是让你可以带着走，10万，这一整个黑色的皮箱，对，里面包括产品、敷脸啦、纱布啦，那些所有你的赚钱的工具，这里就是10万块。还有一件白袍，对不对？对，还有白袍、工作袍。你如果出去工作的话，要穿着白袍比较有一个专业性哈。对，光是这些产品就5万多块了。哇！然后还有你的这些专长训练啊，大概加起来99200。对，所以说我们这个产业尖兵，如果还没有找到工作的人，想要再学习第二专长，或者说想要学这个专长，那我们公司会跟我们这些学生训练完之后，可以来我们公司实习，然后我们也可以请你来我们那边工作，这是很好的一个机会哈。所以说我们6月份再开一个旗舰店，其实我们最主要是让我们的学生在这个训练的当中呢，可以来我们公司可以当实习，然后我们有实习商店，可以让你实习更有自信，然后更稳固。好，然后让你的学习能够成长，所以我们6月份开完这个课呢，让学生来实习，在他们以后未来不管是出去就业，或者说他带客人进来我们店做，他更有信心，然后那又可以赚钱哈，不然现在一直找工作一直找不到的话，那也不是很 OK 哈。那所以说我们这个皮箱里面大概就是这些。所以这个合起来就是一个皮箱嘛，刚是可以提的哦，一个提的都可以工作赚钱，这样带出去，就是带这一盒就可以了，穿上白袍，然后带这一盒。当然你要先受过训练啊，受过训练啊，然后我们才可以帮你介绍工作哈，这个是最重要的。那刚总监你讲到是指15到29岁，对不对？那如果说其他的年纪的话，其他的年纪就一般生的话有啦，99200嘛哈，但是因为我们学校在收这个部分还是有另外一个优惠。那如果自己这个优惠，我们可以到我们台湾就业通去报名，然后到我们东方设计大学有网页有没有？我们可以连结到我们学校去报名。要赶快，因为我们快开课了。对，哇，4月1号就开课了。哇，所以有兴趣要赶快哦。对，因为这个还要甄试，还在做勾选哈，就看你有没有其他符合资格的，所以要赶快。对，所以我想就是要赶快把握这么棒的一个机会，又有补助，而且就是多学一项专长哦。你可以服务别人以外，自己也会变美，对不对？是啊，好。那其实我觉得非常佩服总监，就是说，总监哦，他在不断的这样做生意，让人家觉得说，哇，你好忙哦，女强人以外呢，竟然都还去考这个 EMBA， 很不简单呢，而且读到已经快毕业了，对不对？对啊，今年现在在写论文了啦，终于啦，因为其实我想念 EMBA 是想提升我自己的成长，因为也帮助我们企业成长，那也帮助我们学生他们未来要出去创业，你必须要引导他一个正确的经营的理念。我是觉得比较重要，因为你的经营理念如果不正确的话，你可能投资会变失败。所以我认为说，我要提升我自己，我为人的师资呢，我就要提升我自己更有能力。那我更有能力在辅导我们这些要即将创业，或者说他展店不是很好，我们可以帮他做一些调整，然后也协助他们。这就是我们公司的最主要的一个理念，为义做公益，然后也帮助这些弱势的这些他职场上有困难，我们愿意协助。所以你读 EMBA 之后，你觉得你学到很多，让你就成长更多嘛？对，让我成长蛮多的。这2年就是学完，然后应用在我的工作上，我觉得都蛮用得到。而且最近我们一个礼拜天有一批那个职业妇女来上课，他们这个礼拜天都要开始考证照。那他跟我这样子讲之后，我就觉得说，你应该如果说要创业的话，应该要从哪些方面去着手？所以说，变成我在念 EMBA 这2年当中，我们指导教授给我们的观念理念，我觉得我可以指导我的学生。我的学生他真的有成功的立案，所以我所学的是成功也是值得的。所以说我希望我赶快毕业，能够帮助很多需要创业或者说你创业失败者，都没有关系，我们重新再来，然后找一个公司可以协助你怎么从跌倒爬起来，再去重新创业，这才是最重要的，再让你的生活上有一些改善跟收入。
对啊，所以你就是跟美业议员就是在这边当同学，当同学哇，因为他自己要来念的时候讲说，丽婷，你如果要来念 EMBA 的话，要跟我讲，我跟你一起念。所以我们当时就有讲好说，我们要一起来念我们台南大学。所以我们2个去甄试口试就通过了，真的通过了，因为你们2个其实就是都很成功，2个算事业都很成功，一个议员做的那么好，哇，问政就是说在我们台南市算排名很棒的，而且服务非常好，然后你的事业又做得那么成功，那应该就是人家一定会录取你们嘛。对啊，美业议员他在上课的时候真的很认真哈，他也很辛苦，他一方面要民意代表，又要服务民众，然后礼拜6要来上课，真的很辛苦，我们真的很佩服他。我们很多同学都想说，我们一定要体谅美燕，就是说有一些报告我们都做好。我们分组合作嘛，然后报告让他上去报告，分数会比较高一点，所以我们认为说同学应该要互相去切磋，互相去照顾哈。他也是很辛苦，他终于我们今年要毕业，大家都在写论文，那我们也成长很多。哇，今年就要毕业了，对，那我觉得那个美燕议员一定觉得说，他其实最大收获就是皮肤变好了，对，皮肤变好，这个是女人哦会最开心的事情，对，对，所以其实很棒啦哈，就是说，自己在事业有成之后呢，你又去进修，对，那其实这样子也帮助到你的事业，让你的事业做得更好，你也比较知道说，我怎么样去学这样的话，可以去辅导其他的人，对，这样子也比较有说服力，而且说真的也会做得比较好。对啊，所以我是认为一家公司哈，不是说以利益为准啊哈，以利益的话是可能你的经营事业不会那么持久，也没有办法永续经营。所以我是认为说，我们的公司的理念一定要很正面的，针对想要创业的、想要学的，或者说你想学第2专长，因为一份工作如果薪水不够，想要再学第2专长的话，我是觉得应该要协助这样需要的人。所以我说我们公司的理念会跟人家比较不一样。而且我们有常在做公益，为社会做尽责，所以我是认为说我们应该要做得到落实，不是说我们这样讲一讲就好。那我相信我很多媒体也都知道，我们真的不是这样空气这样喊口号，我们是真的有落实的做到这一点，为社会的尽一个责任哈。对对，没错，在这方面，在公益方面，其实你们有蛮多，然后我们新闻其实都有采访报道。对，那在公益这方面的话，你是不是也可以？就是而且最近这个疫情的问题呀，哇，那你们公益也是做的就是蛮广的。这个部分我们也来跟我们的观众朋友做个分享好了。我们去年公益在帮我们的母校捐了大概600个香茅的精油皂。那这个精油皂就是让你洗脸洗手能够抗菌的哈。对。那时候我邀我们美燕同学呢一起来做公益。捐给母校600个精油皂，对，那学生蛮高兴的，我们教职员也很高兴啊。其实我们学校也不敢接受我们给他这么昂贵的一个礼物啦哈。但是我是认为说，因为疫情，我们是不是身为校友哈？那我们为母校再尽一点责任哈，来帮我们的学姐妹、学妹他们这些学员有没有？他们能够尽一点我们的社会责任。对，所以我们认为这样的广告也不是用广告啦，是真的我们有这样的付出啦哈。那这个我们做完之后，我们在去年的时候做完这个活动，我们还有到我们偏乡地区，帮小朋友教他们怎么去做这个防疫的一个香皂，或者说防疫的洗手皂。自己动手做。对，我们就代表我们台南大学，然后出去帮这些学生他们怎么教这些国中生，在偏乡就是说原住民的学生哈，对，让他们怎么，因为其实在乡下地方都有很多蚊子哈，对，我们都建议说，教他们怎么去做防蚊液，最省钱的方式。所以说我们就做了这个防蚊液，把我们这个香皂呢放在这里面，切成一片一片这样子，有没有？对。把它放进来，然后加熬水进去，融合之后，然后就可以喷了。它会溶在水里面，就可以喷，就变很天然的防蚊液。对对，就防蚊液。嘿，所以说我们去年在这个登革里面教小朋友这样子做，他们蛮高兴的。然后这个也可以洗脸、洗手，然后又可以洗我们的身体，对我们皮肤的这个第一道的防线的杀菌是非常好。所以我们去年在这个公益里面，虽然是我们的新产品，但是我是希望说要把它用公益来做这个公益来把它推得比较好一点。由公益来推，然后代表我们的产品是这么好的产品，所以我们这个公益是做得很好，也代表台南大学，我们 EMBA 来为我们母校付出，做这个社会的公益的付出。对，所以你们这个公益其实还蛮结合我们的时事啊，因为现在这个防疫那个时候大家用了很多那种化学性产品，其实都对自己的皮肤产生很大的影响，很多人都跑皮肤科。哇，那你们用这种比较天然的方式哦，就是达到防疫的效果，而且其实不止皮肤不会变烂，还会变好。对，所以真的是很
棒了哈。好，所以其实我们访问到这边呢，我们也大概了解了哦，这个我们的静心生技哦，他们的产品的开发、经营的理念，然后他们经营的模式，还有他们做公益的那一方面。好，那在最后的话，我们想要请教总监呐哈，你们做的这么好，未来是不是有更大的一个什么样的愿景吗？我们更大愿景是我们想进入学校，因为现在少子化，很多学校要转型嘛。那转型的话，我们技职的学生就会比较多。那我们如何在学校在转型？我们怎么跟学校来做协助？协助来做转型，让学生他们未来出去就能够就业就有职场的工作哈。不要就业就毕业了哈。所以其实我们在很多职场看到很多学生他们是念美容系，但是出去不是念这个科系哈，我就认为很可惜哈。对，因为3年的高中美容，然后加上4年的大学美容，7年哦。对，你7年在这个美容系里面，这个相关的这个科系里面，真的出来毕业后就真的不是走这个行业哈。我觉得你浪费很多的时间。对啊，学这么久，然后没有用在这里，对，可惜了。所以我们是针对说啊，学生如果有这样的话，我们还没有毕业之前，我们要给学生他们有一个正确理念，说我们协助你来做，协助你来做这一块。那因为少子化这一块的话，我们可能未来我们台湾少子化，但是我们新住民的第2代，觉得新住民的弱势是非常重要的。是，对，所以我们在对新住民弱势这一块，我们可能要对他们他们都是很弱势的，家境都不是很好，所以我们在对新住民这块的关怀，我们也想说未来的愿景，不管对学生、对新住民的弱势呢这一方面，我们要特别去做一个特别的照顾哈。然后我们最主要，因为我们的医美的通路，然后我们生医的背景都已经稳定了。我们是希望说为我们学生还有我们社会人士，好这2个主轴失业的部分来做一个协助。可是我就觉得说，我们最近做的公益哈，都一直在宣导说，我们想要协助这些中高龄或说职业妇女她失业嘛哈。对。可是呢，我们就一直在做哈。我们宣传做不够还是怎么样哈？所以我觉得说我们这么好的条件，就是说免费的你来上课，也没有收任何的学费。是。可是就是真的可能是我们的媒体曝光，我们可能公司做不太够哈。那我希望我们未来的愿景哈，希望说我们还是一样社会的责任，我们还是要继续做辅导这些中高龄或我们一些职场的失业妇女哈，我们来做一个协助他，让他们做 VIP 的工作室，也可以让他们带个皮箱，可以带着走，然后把这个技术最简单的技术、最有成效的效果，然后让客户都一直做有口碑的一个技术来一直让你做，不要说做了一次好，然后就没有再来。那我是说，有时候我会跟学生讲说，为什么客人做了一次就不会再来？也不是价钱啊，你也是收200、300很便宜啊。那为什么我们的消费者他不会再来？应该照理讲200、300块对他们来讲是很 OK 的。对啊，是不是你要反省到说你的技术是不够，练习的很够？其实我们学技术一定要勤劳，真的没有勤劳的话，真的你学不到这些很好的一个技术。是，所以这些很多中高龄失业的话，我们还是我们弱势家庭的2代的新住民，他们有这些困难点，那最主要是要钱来买一些工具。我说没关系，你都学会了，把人带进来，工具老师都要让你们用，直到你学会之后呢，你有赚到钱，那公司的话可以协助你们。好，然后就是说你们有赚到钱再回来公司买这些仪器设备，所以你还会提供仪器给他们用。对，仪器设备，而且学习的当中，他可以带客人来我们的直营店，可以让客人体验，那你就赚这个技术费。然后卖产品的话，你也可以自己赚一些你的佣金，然后当你这些钱赚了，我们再来买这些设备，再去赚钱这样子。我们的愿景希望的就是这个也是重要啊。第2点就是我们目前都是跟学校合作，因为现在学校有很多都是少子化要转型。那转型的当中，可能全省有很多转型的学生机会。那我们可能就是公司有这个机会，刚好这个时事的问题，少子化，时事已经走到这种地步，所以我们还是会想说，可能会进驻学校里面开一个实习商店，然后开放民众进来，而且学校停车都比较方便。对。然后在学校开实习商店，让学生或者说失业者都把它全部。然后都运用在那个我们的实习商店里面，让他们去赚钱的话，我觉得这样子会对他们来讲，我们的客户会觉得，这样比较有专业，然后停车又方便。那学生他们有一个目标，好，那这个目标我就是我们公司也是继续在努力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愿景也是希望朝这个方向来走。还有失业的职训的部分，我们也是希望跟学校一直走长官学。好，当然是说学生要牺牲，或者说要
他们要来试这个市场的话，我们也愿意协助他们来做一个跨业的一个结合。比如说，我们可以跟咖啡店结合，他工作不一定在家里做，家里做一定没有客人，所以我们是希望说可以跟咖啡厅啊、餐厅啊，还是那些大卖场啊，可以协助他们异业结盟，异业结盟，一个礼拜那几天，让他们雇主呢，就是他们厂商就是先把客人约好。每个礼拜几，我们把我们的学生都安排在那边，让他去做服务客人这个机会，多元化的一个机会的配合，这个就是我们未来最大的愿景。但是这个市场是很大的哈，当然就是说公司你如果要这么做，就是你要整个一条龙这样子包，对，我们都希望说真的能够做到，因为真的这个美容的行业还是很多人想要学。对，这个美容行业市场，因为每个人都很爱漂亮，所以这个市场是很大的市场。对，那我希望说你真的有市场的话，我希望我们失业者想要学第二专长，还是学这个技能，来让你的生活上改善。然后我们也愿意公司协助这个部分，所以我们透过这个我们的广告这个媒体呢，我们希望说把我们的公司的心声也能够带给大家能够知道。好，那如果真的我们观众在听了这个广告，我们这个电视之后呢，有这个意愿的话，对，还是说蛮心动了解看看，可以来我们台南大学育成中心找我们静心生技。好，对，哇。所以啊，人家说爱美是人的天性啊，大家都爱美哦。那爱美的话怎么办呢？就是要透过一些保养的产品，我们静心生技有开发一些很天然的，引进一些很天然的产品。好以外呢，我觉得最不简单就是说静心生技它要辅导我们有一些比较弱势的学生啊，或者是说可能你学了很久，但是在学校学那么久，竟然出来以后又不能好好的发挥专长，然后就是帮你再加强，让你可以进入这一行。另外就是说2度就业的啦，对不对？还有一些可能中高龄失业的，这些你们都会协助他们。对，而且很棒的就是说，你们的一开始的仪器什么都会让他们用。对，对，不用帮他们收钱，因为他们本来就是有困难嘛，对不对？哇，真的是也是在做公益。所以其实呢，静心生技真的是很棒的一个企业。然后，那今天也带大家来了解了。所以我们今天再一次谢谢总监到节目当中，谢谢我们主持人，谢谢大家。对，那如果有这方面的疑问或问题，都随时可以跟我们静心生技来联络，对不对？在台南大学的育成中心。对，好，也再一次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咱启明形象这波底下各集短了，咱再会。